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8，诗篇55篇1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压耳孔，听我的祈祷，毋通闭起来，毋听我的恳求。三甲来祈祷，压耳孔，听阮祈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和平的人君，你是永在的天父。主啊，你伫天顶设立你的宝座，也对你的宝座伫观看，甲监察世间人。你予天照时落雨，就是秋雨甲春雨，予土地得润泽，万物得成长。主啊，你所创造的，予人真做尊贵。你也拣选阮做你的儿女，看阮做宝贝。主啊，你是听从阮的上帝，伫阮的艰苦甲患难中，求你压耳孔，听阮的祈祷，毋通闭起来，毋听阮的恳求，因为你是听阮的天父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